镜头搁转来，咱过来关心有一个姓蔡的警察在侦办一桩诈骗的案件，涉嫌摕封口外金融卡，甲早起口座还未封禁起来进前，甲内底的一部分的钱甲领出来。检方昨昏指挥廉政署这单位去敲刑事局侦查第7大队的办公室，若涉案的警察嘛已经互带转去约谈。缉毒在不在？在。面对毒品乱象，警方为了扫动中央跨单位联合调皮记者会，15点现7度成果，不过对共一日，检警连干部出动弄力刑事局所属，因为侦查第7大队标出有警官涉贪。本局蔡姓员警日前因为侦办诈欺案件疑似定设有贪渎情事。本局业依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第29条规定呈报内政部警政署予以蔡员停职处分。过去办刑案冲伫第一线，涉案的细串侦查证破获几件非法大缴案。今年大约50岁，伫刑事局年资超过10年，已经是2线3线警官，即马线知法犯法。顶日承办一件诈欺案件，亲像涉嫌故称兼偷摕口外金融卡趁银行冻结进前，早期 ATM 的盗领诈欺口座的查款，经过检方讯问了后，认定涉犯贪污的侵占职务上，持有非公用私有财物等罪嫌重大，有逃亡产证被证过路等理由，遭到刑禁监修正。打诈、缉毒、扫黑，一直是我们警察同仁的职责。伫今年5月，刑事局警政监3线2000个联刑组涉嫌收钱涉别包庇不法，互检方起诉了后，警界阁表出危机案件有合者建议，强化警纪内控。我们也时时要去做这些负面个案的先导嘛，加强教育训练，强化内控，找出涉贪的危险因子，事前的防治还是大于事后的惩处。学者分析，当金钱压力来的时阵，若拄着机会，警方可能会合理化家己的行为，惊险路犯案，建议提悬内控查hiệu，更加爱找出涉贪危险因子来防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